英倫儒將嘅典範，河道。英格蘭足球以往給予外界粗枝大葉嘅形象，同歐陸嘅技術流比較嘅話，球風睇起嚟係直接，但冇驚喜。所以球風儒雅嘅河道喺1980年代係英格蘭足壇相當異類嘅球員。河道以超卓嘅大局觀同埋創造進攻機會嘅能力獨步英格蘭足壇，令佢年僅19歲嘅時候就成為熱刺嘅核心球員，以及獲得英格蘭國家隊嘅徵召。佢喺22歲嘅時候首次就代表英格蘭出戰歐洲盃決賽周，喺擊敗西班牙嘅分組賽擔任正選中場球員。2年之後嘅西班牙世界盃決賽周，河道喺對捷克斯洛伐克同埋科威特嘅賽事都獲得上陣機會。到咗1986年世界盃決賽周，河道終於成為英格蘭嘅主力球員。佢喺分組賽到8強嘅5場比賽之中都擔任右中場，踢滿每1分鐘嘅比賽。可惜嘅係佢冇取得入球。英格蘭亦都喺8強不敵阿根廷出局。由於英格蘭球會喺1985年後遭到禁止參與歐洲賽事，所以為咗尋求新嘅挑戰，河道喺1987年夏天轉投法國球隊摩納哥。首年已經協助球隊喺事隔6年之後重奪法甲冠軍。佢當選成為最佳外援球員，並獲得入選英格蘭出戰1988年歐洲國家盃決賽周嘅大名單。呢次佢係擔任正中場位置。不過英格蘭喺呢屆賽事表現不佳，3戰皆筆之下出局。其中對荷蘭一戰，佢有一個精彩嘅自由球，但係就打中門柱，未能為英格蘭取得領先。可惜最後一場比賽亦都因為佢嘅失誤，令到蘇聯取得入球。呢可算係佢嘅遺憾之一。而喺呢屆賽事結束之後，佢亦都退出國家隊，轉心球會賽事嘅佢喺1988-89年賽季協助摩納哥打入歐洲盃8強。不過因為傷患問題，佢喺89-90年賽季幾乎就冇上陣。終於喺1990年底離隊重返英格蘭。呢個時候佢已經開始為退役之後嘅生涯打算，所以意外咁轉投英乙嘅護級球隊史雲頓。原因係佢喺呢支小球隊擔任球員兼領隊。雖然話擁有領隊名銜，但係就係球隊嘅主力球員，唔單止協助球隊護級成功，下一個賽季更加參與咗45場聯賽，協助球隊升上超級聯賽。佢嘅領導才幹開始受到英格蘭足壇肯定，所以車路士邀請佢加盟。畢竟車路士係英超嘅強隊，所以河道喺呢一支倫敦中部嘅球隊減少上陣次數，越嚟越專心喺領隊嘅工作上面。喺1994-95年球季結束之後，正式退役並成為全職領隊，及後率領古列治同埋麥克曉士等球星馳騁英超。雖然未能夠率領車路士奪得錦標，不過年輕有才幹嘅形象說服咗英格蘭足協欽點河道加入英格蘭國家隊教練團，並喺1996年歐洲國家盃決賽周結束之後接任領隊。佢率領英格蘭打入1998年世界盃決賽周，挺住壓力將加斯居尼同埋皮亞斯等僅有嘅經驗戰將排除喺大名單之外，仲用碧咸、史高斯同埋奧雲等新一輩球員率領球隊打入16強。喺碧咸魯莽被逐後，10人應戰之下力保不敗，僅以互射12碼不敵阿根廷出局。河道本嚟可以喺英格蘭國家隊成長為傳奇領隊，但係1999年嘅時候卻公開表示同殘疾人士相關嘅不當言論，呢件事令佢被逼落台，由奇雲基緊臨時接任英格蘭領隊。結果英格蘭喺2000年歐洲國家盃決賽周表現不佳之下分組賽出局。河道及後復出執教修咸頓、熱刺同埋狼隊，但係都揾唔返喺英格蘭國家隊嘅時候嘅風采，或者係佢執教上限就係咁，又或者係佢對執教工作意興闌珊，所以喺2006年被狼隊辭退之後就冇再執教球隊啦，反而係開設以自己為名嘅足球學校。多年嚟都有球隊想揾佢復出，不過佢都係以足球學校仲未上軌道為由而婉拒。或者做校長比擔任職業球隊領隊更加寫意吧。最後不得不提法國球王帕天尼。
佢曾經講過，如果河道係法國人，佢肯定會贏得超過100次嘅國家隊上陣機會，球隊亦都會圍住佢嚟組建，足以證明連柏天尼都覺得河道嘅足球生涯實在係令人遺憾。